如果在最后这2句山歌你没有做好的话，其实就是毁了。喊来喊到输叫回大家。很多给人家看不起。不会啦，老天爷可能就是要考验你们。阿爸来天书难。三姑娘啊，创啊，心无开哟，无创我的心脏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强下来。好，各位亲爱父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哈，来罗斯峰啊。讲吧。今天按摩拳、擦掌，做嘛摩拳，伊比赛又唔免你比，你摩拳擦掌不紧张啊！紧张嘛最近你咪乖领冠军，分数样算一多38分。几年突然给排名第1名呢，哎，安尼要叫我啦，对吧？哎呀，但是还有6礼拜。系啦，大礼拜拢要加油啦哈！先来介绍品正先生、启正先生、许世慧老师、罗杰里先生、总费先生、陈双老师。来，唱到徐志伟老师。嘿，我有几只吼，今比迄个较太有爱心，爱本太家当道的爱。用蛮讲咧，今比主题是上爱对你讲嘅话。用蛮讲咧，而唱参赛者 top 一首歌曲，呢一首歌曲咧，一本特别的人，你上爱唱俾听嘅人，拢平常时讲唔出来嘅啊，也父唔才讲嘅话，用歌嚟表达出来。嘅要注意乜嘅咧？注意自家用乜嘅方式嚟诠释人嘅歌曲，还有咧要注意你自家掌握感情的那个方式，就不要失控。好，特别用版弟弟啊唱歌，做得拢自家最稳的个部分表现出来，出做拿高分，要加油。啊，你再来看一下哈，你基本日哈，哎呀，你参赛朋友对麦的讲法。好，但是比赛之前，好嘛？啊，你要介绍一下好听的歌曲，好听的专辑，好看的人，嘿，起思飞给你，起思飞各位，系啊，徐世辉老师，从年伫安尼节目当中担任评审老师，贡献很大，根本日佢出唱片了，哎呀，大家好好的谈一下徐世辉老师，请各位来，多年以后，好了，等我啦。看见繁忙的相片，老眼男的眼的向前，眼的灿烂的笑颜，丝丝引领我的眼帘，合唱的垃圾又描出来的歌。想起对我的爱恋，对我的照顾从身蔓延，到那黑你青涩一面。多年以后，我的爱的身边。承诺
走来我的身边。祝福那个安子姐，谢谢。多谢阿妹啊吼，哎呀，哎，下次按好的歌的，不然也都糖啊呢。戴着草帽哈。其实要怎么算是哈？我会命名多年以后，其实多年以后对我来讲，它的意义还蛮重大。因为多年以后就会向我家创了亚苏歌诶，其实我踏入客语界、客语歌曲创作界，这首歌开始。然后在这过程当中，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，因为分2个部分，音乐的部分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CD 的封面的部分。音乐的部分当然最大的工程哈，其实我要感谢曾雅君。讲下操。虽然说整归属的就是7首歌很爱去给写，啊，不过呢整首的编曲的部分也都我自己的，啊，不过呢青海的整理歌还有补充的部分，全部由郑雅君来帮我让我做。所以讲真的，也出方面懂克难行。就会安尼啊。但是没办法，也做一个客家使命感啊。多年以后好不容易出一张专辑，係啊，你有本來咧沉水朋友又懂到歌嘅好唱嘅，係啊，希望係啊，所以你到時嚟沉水嘅朋友嚇，做道理用的嚇，多唱嘅歌嘅，失當啊，失當，多年，謝謝安之姐老哥，謝謝海軍，安之姐，謝謝啊，今天中央麻煩都做評審老師，應該傷腦筋呐，好，對，傷腦筋，好，安之姐，謝謝。安呢，这可是今行今夜比賽啦哈 ！TV， 邱志強，要唱最強嘅阿婆。大哥，我非常感謝我阿婆從細到大對我嘅照顧。每擺看到阿婆嘅人嘅安泰咧，好安心苦啊，照顧我，好雜叉嘅雞肉賣，雜菜雞肉賣，吼，真嘅當辛苦，所以一首歌獻俾佢阿婆。我愛你。愛的有個雜叉嘅阿婆，你本是台來出現，大道山那邊那個，做這做工換判樹。愛的有個雜叉嘅阿婆，你本是台來出現，大道山都無樹頭。從這雜叉為生發，上家後會子種菜做工來養家，真是公傳中的雜叉婆，你怎安什麼？佢講愛呀配嘅老人家，後生嘅世界全部沒安辛苦做慣了，愛了配給老人家，頭擺辛苦做慣了，喊來喊到輸叫回大家。愛了配給老人家，後生的世界全部沒安辛苦做慣了，愛了配給老人家，頭擺辛苦做慣了，喊來喊到輸叫回大家。人稱講你係最強嘅阿婆。雜叉了哎呦，雜太心有雜那，
罗哥好，海军姐好你。好，你好。今日呢有乜嘅花想對萬人嚟講？其实我很感谢，就阿婆为我们这一家5口，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来，然后辛辛苦苦的在田里面，然后就是摘菜，然后在菜市场，对，然后赚一点钱，然后让我们家5口可以过活。我知道，牛哥我知道的是哈，子健算是隔代教育，所以是阿婆带大的。嘿，对对。嘿，那應該有很多當道花想要同阿婆講。係啊。阿婆谢谢你，然后教我客家话，然后让我可以来这个地方，然后唱歌给大家听。因为我没客家话，我可能没办法出去到夜到。嘿，还有什么呢？东关心爱用的，当日会打电话本来，我爱你。好，阿婆很多嘞，好，是蒙阿婆。好歡喜啊！你這個最講給阿婆來談看呢，徐哲偉老師。對我來講，這首歌曲，因為這首歌曲哈係有故事的，所以講有陣時候，那各位要吟唱的部分，你可能在後面，那前面其實頭前一定要本太家底講，你用唱歌的方式來講故事，你很難的地方，所以講你要敵那個口語的東西，有時候不是我用連着唱，你就可以把這個歌，好像我覺得我用技巧就蓋過。我知道你套那首歌曲，它有一點難，它有一點危險。加演員都講當後堂，當有感覺。講我知道用口語來講的話，我會覺得你在這個歌上面並沒有太多的感情的注入，可能你之前唱大歌都唱太多了，回到這個它細膩的部分，我就知道你只有誠意到，然後沒有做好每一個步驟，特別是最尾唱呢3個的部分哈，摘茶愛摘太審查，你可能因為你又緊張哈，自己又有點不敢放感情。這首歌曲如果在最後這2句山歌你沒有做好的話，其實就是毀了。你下擺做了功課，下擺讀這一類型的歌的時候，一定要注意，好不好？謝謝你，加油！老師，什麼先生？大家看一下我是啊。來，大家看一下，柚子給他們分數。真的毀了，係啊，毀了。所以係啊，其實也每一擺嘅累積嘅分數，真的是當重要。你差1-2分咧，佢後邊腳上嚟哦，都冇人改。嘿，係啊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我會努力。選歌很重要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回頭休息。係。啥的？龍先生，唔啲，唔啲，唔啲乜？要唱唔啲，唱乜嘅？唱乜歌都同大家講啊！唔啲，叫唱乜嘅歌誒？龍先生，唔啲，係啲梁先生一帶到乜嘅歌？唔啲。嘛，糖叔啲啦。你給我的感動滿分，你的詮釋滿分，你嘅想法滿分，所以我今日頒嘅分數當真。唔知呀嘅你，更要寵愛安上你。連貫性真有你的，今日總算感動我了。你的笑容就像天邊的一條天橋。这首歌是要代表我姑妈咪唱给姑丈的歌。姑妈咪从小就很疼我，姑丈过世后，看到姑妈咪带着2岁的小孩子又要工作，很心疼姑妈咪这么辛苦的工作。也要谢谢姑妈咪跟我妈咪一样爱我，轩轩也爱你哦。唔知一個天空，
俩下黑马改颜色。天给旁边，俩下黑马人平安，天下给人有幾多快樂，幾多幸福。天下嘅人，甘要寵愛安上意。天已給天空。俩下黑馬改顏色，天已給旁邊，俩下黑馬人平安，天下嘅人有幾多快樂，幾多幸福，天下嘅人甘要寵。天已給天空，俩下黑馬改顏色，天已給旁邊，俩下黑馬人平安，天下嘅人有幾多快樂，幾多幸福，天下嘅用下來安上意。謝謝。哇哦！哎呀，安尼啲啊冇？我原來一條歌人都唔知啊。唔啲。我家聽到真的沒感動哦。真的嗎？真的。小小年紀可以把這首歌詮釋得這麼的有味道。一定是有他的心裡話，還有他的故事。對。但我在猜，應該是發生不久的事情。就是對不對？也是幫姑姑跟姑丈講吧，因為我覺得姑姑就像我的第二個媽媽。對，我平常都不是叫她姑姑啦，我都是叫她姑媽咪，因為她從小就對我很好。其實她不管做什麼事，她都會想到你，想到龍軒軒。對，那照片上也是，那衣服都是她買的，就我們三個有而已。那個照片哈，牛哥，這看起來像一家人。所以你很感謝人家姑姑主唱。對，但是也希望姑丈聽得到。好，那談一下那個創作人。好，羅國立老師，我寫一首歌嘅撒天的對象係舊情人嗰種感覺，是思念多過於悲傷。今日一聽到軒軒唱，哇，佢讓我潛到嘅方向，它是裊裊嘅悲傷，很濃的悲傷在裡面。所以因為撒天的對象冇空樣，想要唱本對方，同喺對方給啥冇空樣，所以詮釋出來咪都是完全冇空樣啊！剛才唐軒軒唱時間。來金堂給馬屁金跌，我的雞皮疙瘩一直起來，真的有感動到我。所以眼光，今天軒軒在唱這首歌的幾個音的技巧轉音上面沒有做得那麼完美，但是呢，我今日本給同國分數係因為你給我的感動滿分，你的詮釋滿分，你個想法滿分，所以我今日本的分數同讚。龍軒軒。
加油！谢谢谢。来，看一下分数好吗？好的。浅浅的分数。哇，谢谢3分。 50分有8分有9分，哇，每一场欣赏的经验，莫想痛，继续加油，好，很棒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嘿，好来，撒下来，林思玲带来金出的心，好来谈看啦。现在已经事隔很多年，那已经人事全非哦，再也回不去了。但是呢，心中还是有很多话想要对他说。最想知道就是他到底过得好不好。那因为这是我对他的一个亏欠，所以今天呢，很希望他能够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我想对他说的话。西风姑娘，花落人，天又来到。梦魇土绵绵，拍送山头青迷空。林天公强浪风，为等归身空。你答应天灯，就算干旱又听说。 心头莫散去，不知爱娘伴相依，诉心思念，期望送本你的手内，千年万年，桑桑记记，梦底下归对心的寂寞奈何。 相逢又得乱老，心意相照。寒梦多年，身怀迷浓你诉酒标。明天共心风乱故事无奈可。你又讲姑娘是为尊撇泪洒仙多。 心头莫散去，不知爱娘伴相依，诉心思念，期望送本你的手内，千年万年，桑桑记记，梦底下归对心的寂寞奈何。 千年又万年，桑桑又记记，梦底下归对心的寂寞奈何。两位主持人好，好。也还有呢，东瀛美声歌姬啊，夏川里美，泪光闪闪，泪光闪闪。要跳歌嘿，还会弹给徐泽伟老师唱歌，哎就觉得哎，演了鱼要跳哦，就喜欢上这首歌，然后就想说可以来演绎看看。哎，哦，老师，那徐老师你来唱。对，那来哈，老师给我一个 G key 好了，5块好了。 你的形样含在你心头无算去，不知爱样伴相依，诉心思念，期望送本你的手内，千言万语。 桑桑又记记，梦底下归对心的寂寞奈何。这
首歌我也听过，世慧老师唱日文歌。哦，对，世慧老师，Q 我们每个人都唱，我已经忘记了，也拖多少人下水。每位老师我都很想听。哎呀，但这首歌哦，庄慧茹老师应该没非常。哦，庄老师那应该。哦，我听过庄慧茹老师的和音。老师应该很棒，他一定很棒。他唱客家歌，在表演。对啊，这首歌是，我觉得很棒耶。因为这首歌第一个，我觉得你非常值得称许的是你非常的稳。这首歌你每个拍子都唱得非常的稳定，而且我看到了你的笑容。是。那很棒的，就是说，当这个歌你副歌唱上去，然后这个首的副歌，我也不会觉得你的声音很锐利，我觉得你做得很漂亮。谢谢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所以今天我给你的分数也不错。那你重新回到千言万语，桑桑唧唧，那个柔和的感觉。谢谢，真的很不错，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好，我给你的分数不错，要继续加油。谢谢。看分数。看徐哲伟老师分数啊。来看林思玲的分数。其实你为什么给人家这么低？因为以前提出党外转音，不过他都用错地方。可是今天你应该用的地方，你却没有用到。很爱就是有那种有一些地方你可以，譬如说寂寞，你以前都会寂寞奈何，对不对？你说寂寞奈何，这那首歌变得昂昂哎，那就是懂大声。不过那时候分数我还要一点小小的警告。因为我觉得你们还懂聪明的歌数，来知道你按斗的武器，你应该要用在对的地方。可能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，那这个分数，我希望你哈拜，你一听头会转来，你相信啊，你一听头会转来。哦，春梦一多礼拜。系啊，一听头会转来，好不好？加油哦！一定来讲的哦。好，安志生，哎呀，哦，偷转来哦。我偷转来。哎呀，我该偷转了，该偷转了。 4礼拜。 下礼拜就会偷转了呀！好，下礼拜又偷转了，好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好，谢谢。回头休息啊，杀来，美国林冠权带来田宫。好，来谈啦。自从我出社会了以后，我就独自离乡背井，到了北部工作。每次遇到不如意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家中的温暖，还有妈妈的叮咛。今天我要唱出的歌，是要对妈妈的感谢。妈妈 ，I love you。 天暗蓝，风暗强，猜到爱的面老，爱的心有些不同。爱的心，黑唔黑？唔会再放弃，唔会再伤悲，唔会再灭去。 过去无伊过去，爱无有勇气，将头摆嘅画面再看一遍。的笑容就像天边的一条天桥。 走在天边下，每眼中来讲千百种的故事，爱情世界爱总袂相信。的笑容就像天边的一条天桥。 走在天边下，每眼中来讲千百种的故事，爱情世界爱总袂
嗨，罗哥好，海君姐好，嗨，莫吉他，那个车马费预算不够，你发的嘞？伊今天爱了讲故事的啦，所以不是单人啦，伊讲有一些糗事被听到。今天是要开有内敛那种感性。哎，这首歌要送给谁？送给妈妈。送给妈妈。是。怎么说呢？对，因为妈妈其实对我很好，就不太会骂人。带妈妈的照片来是不是？对，这是那时候去这个桃园的孝顺里面演唱会的时候跟她一起。对。所以跟你刚刚谈到这条歌，很有感触。有。对，很有感触。妈妈。那个是这个弟弟，中间是妈妈，左边是弟弟这样。我们在吃牛排。然后这个要想要把妈妈打发去哪里？台北车站。就是那个弟弟还有阿炮妈妈，就是3个人一起来台北找我这样。从花莲上来。对。那借有那个电视机跟妈妈讲个话。好，妈妈我爱你。你的花呢？你不是会变花出来的吗？花没有了，凋谢了。你问他其实蛮可爱的啦。对，就是除了灭姑灭怪以外。妈妈那个是讲真的有那种声音的哈，一定懂翻译。这灭鬼灭怪啊。对。哎呀，我懂常常就会给妈妈很多那个经验的。好了，给不要说国中庸法联营，好吧？好了，徐世慧老师。好，连贯权真有你的，永碧总算感动我了。哎呦。多年以后感动到你，总算感动来哈。祝比赛都压哈哈，真的，我真的对你的嬉皮实在是不敢领教。好，但是不过我今天看到懂今天上班来看龙先生唱歌，我很认真看。今天你唱歌我更认真看，因为今天唱耶稣歌的真经对我这个感觉，你真的很值得走这一圈的走这个圈内的部分哈。这个圈子有分演戏、歌唱、主持。我觉得它可以多元，卖贵卖乖嘛。不过今天看到的某腔样，因为子谦刚上下去，你们2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子谦是很有他的刚气很重，你呢颠倒，你是柔情很多。我们讲很多铁汉柔情，2个加起来就đủ好。所以他们2个要组一团。那2个在一起好了啦。爸在一起。他们兄弟，这个今天表现方式讲实在，我真的很满意。虽然讲有的位 pitch 有的位地方没冇嘛准，不过呢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。我希望你唱歌的方式，就像今天这样。其实我吃到你70岁，一个算是一个多方位的一个歌，也可以讲说是多方位的艺人了。不过呢，你在唱歌像这样子的一个 style， 对我感觉讲对呢，真的是最适合的角度。青色哈的地方，我希望再继续加油。好，子 C， 谢谢。老师语重心长。关文书。你轻微冲，但是就是太会唱，所以就是变成有一种没有那个心。大周6點半約上班哈，本來三夫女賽末10號空喺面床當中。很慢步的。看動作之內動作摸耶呢。係啊，比摸也看。关文书。来看林冠群的分数。有来正了。加油哈！好，谢谢。加油！好，这首歌现在回头休息好。来，撒来。陈婷婷带来一撒。还要调后堂。这首歌其实是我想要送给爸爸的一首歌。想告诉他，虽然他离开了我们这么多年，可是每一年过去的时候，当我回想起爸爸，
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。希望他可以听到我对他的思念。你一个人离开了这么多年，但是这一切仿佛像昨天才发生一样。看你散，离开我的概念，我的心被伤了，目睭流连连。离开一年，想你一年，都耐心，都耐见的两三，怎无相见？爱像金让发着一阵梦魇，飘呀送呀的送到你身边，给你一面，想你一遍，会不会有可能俩情缘很不相见？相遇年年，相遇千万遍，无奈何不成的时间。相遇年年，相遇千万遍，无奈何恨里永相无言。再爱恨，爱恨，爱恨，你也不会恨。爱像金让发着一阵梦魇，飘呀送呀的送到你身边，给你一面，想你一遍，会不会有可能俩情缘很不相见？相遇年年，相遇千万遍，无奈何不成的时间。相遇年年，相遇千万遍，无奈何爱里有下无言。再爱恨，爱恨，爱恨，你也不会看你散，离开我概念，我的心被伤了，目睭流连连。离开一年，想你一年，会不会有可能俩情缘很不相见？谢谢。Yes 啊 perfect。谢谢。一条歌的送文曼人啊，爸爸。爸爸。对，其实我爸离开了12年多了，蛮久的。在那个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想法，觉得说，爸爸不在身边了。这个爸爸离开的事情大概多久的时间才走出这种阴霾的？其实就像我唱这首歌的感觉一样，有时回想起来，好像是昨天才离开的。对，就是离开一年，想他一年。对，其实，在我的内心当中，他没有离开过，
每一次想到他，我都会很想念。但是我只能就是理性的那一部分告诉自己说，哎，你要坚强，你要替爸爸照顾妈妈。那今天尤其又唱完这首歌，是不是会想要营造那一个气氛？然后你能够把我们的这一台摄影机当作是爸爸。好，我们来说一段心里话，好不好？好。爸爸，我觉得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你的缺席让我学会了很勇敢、很坚强，甚至学会照顾身边每一个人。我觉得这是你把我带大的方式，我很感谢你。那从你离开的第一天开始，我都跟自己说，我要好好做人，出人头地，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那我希望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希望可以早点成功，然后好好的照顾陪伴妈妈。说真的，一个最亲的亲人离开哈，这真的是要时间上的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忘记这个痛苦了。对呀，那现在最主要妈妈还健在。对。没事多打电话给我们天天都联络的。哎呀，还是说真的可以的话，就是当初是旅游嘛。对，我有跟他说，就是等我自己收入比较 OK 的时候，我希望他可以常常来短住。对，因为台湾很多地方很好玩。对呀，你歌唱实力那么好，没有问题的。OK 的，上天不会埋没你这么好的人才。我会尽量努力，对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。来，给他带来一条歌的陈双老师，你知道样板啊？其实我以前有一度摆弹过伊唱过的哈，这个新闻都感觉以清飞唱，他是就是太会唱了，所以就是变成有一种没有那个心，就是弹起来就很会唱，可是唔会感动爱的。但是已经不能唱一条歌的，真的让我的印象有改变，真是。就是我终于给新闻度就是给比颂他会藏在一个角落里，他不让人家看到，他就是表面上就是这样，人家就觉得你好像不会想念你爸爸，可是自己一个人或者说才会自己再慢慢把它挖出来，但是歌声里面呢，他会用很坚强的声音嗓音里头太感人讲，其实我还是很思念。就像爱穷样诶，就像爱穷样，所以根本一条歌，也根本唱一条歌，本来有改变对伊的印象，真的是唱的抑扬顿挫，还有起承转合，非常好，赞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安尼多带一条歌有感动到所有的欣赏嘛哈，来看一下分数咯，来看陈婷婷的分数。哇！谢谢老师，47分，大家都非常感性，谢谢，有感动。你自己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恭喜，继续保持。好，会做休息。哇，毕业了，参赛朋友毕业用完，感动，感动哈。今天的主题就会感动。不过后边还有一连串的比赛啦哈，都比到最后两位的要给这个宝座，对不对？到底落谁家？咯，五位参赛朋友加油啊嘞哈！今日比赛了，你要看传统组的比赛，先多谢五位辛苦评审，谢谢老师。就这，来看传统组的比赛来。也杀落去传统组的比赛啦哈，唔知乜个新的挑战嘛哈。哎呦，俺们个兄弟。比赛之前介绍了5位辛苦的评审先生来。李秋霞先生，江明宇先生，林建明先生，曾明珠先生，罗英宇先生，有请到李秋霞先生来讲一下比赛规则。听一礼拜，我永远的改音乐，唱的不易。难忘嘅音乐，
本人难忘，你有什么事情？对对，你才去你从出生到的当然小小的时候你是没法度去记忆的，不过你在你的记忆当中，你自己有感觉，那是你的本人永生难忘，特别有记忆的。这个你们是要用那狗子，对对对，有乐，所以你们要用狗子诠释出来。你诠释的这些，你要用的表情，同时要注意身体的律动。就音准呢，就不要飘音走音这个我相信两位歌神要出很多的一个专辑，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加油哈！好，安子生，好，谢谢。好啦，安尼谈一下你的参赛朋友哈，看佢今边印象当中亲好的故事嘛，来，有像 TV 中乡曲，带来平淡。来谈啦。記得咱打過來嘅下吼，我講樣同我洗衫褲，同我煮飯，我上面寫人嘅攏遇到嘅。你擺看到伊安辛苦嘅背影，我攏會感動，想愛過去南寧伊。今日用耶穌歌嘅獻俾我最愛嘅家人。你好，今天的主题哈，难忘的，算是一生当中难忘的一天呐，哈。你想到乜嘅故事？因為我親做陸家哈，你多歲？我20歲都做媽媽咧啊，我19歲陸家咧哈。我算做了哈，一家都很細年咧哈。我面浪嘅冇乜嘅處事嘅經濟講嘅做唔得，冇嘢做唔得，攰陸家。我哋隨時攏可以轉。真係啊？好多年有哈，我哋冇。你就講嫁出去，你轉來嘅話，會福氣會變長者啊，有冇係嘛？有啲種習俗，我哋冇哈，我哋面浪冇。所以哈，以前陸家上天全部講啥咩個老年咩哈，我先生係咧獨生子嘛哈，單親子，所以除夕嘅邊日哈，我哋一食咧飽，我三咩先人嚟帶嘅，同我老公攏走去回娘家，從我家娘一個人嘅陸家，嗰下我係冇想到嘛嘅，有一日東西冇拿到哈，又轉去拿。看到我家娘嘅背影吼，看到不應該安尼咩？心當酸。我從不就伊安老年安好教。安樣冇想到，像下帶家娘轉去娘我家厝了咯。家娘都較無會填出去啊。很宅啦。他就是那個早期的宅女。宅女哦，宅男女神的宅女。對啊，如果我轉去拿東西，看到媽媽一個人安孤獨安尼，看到那個背影，我真的。
辈子永远记得。那时候小孩还很小，那一直记到现在，所以后来第2年我就没有。所以也感用的个相片哈，嘿，也个87岁嘅哈，87了，那么蛮新嘅，你挨孙呢？哦，爷孙呢？哎，孙家嘅神马，嘿，所以也4代同堂的是吧？加起嘅哈4个人，一下变10个人。哇，哎呦，厉害耶！所以你很幸福哦，哈，家都很好嘅你。真嘅啦，到一下90岁哦。我安不太做生意转去哈，上部分天日大早6點鐘就去上班咩哈，古來上副路曬好10號空喺面床當個，係還好嘅，跟動作真係動作冇嘢呢，係啊，比冇嘢較好啊。咁係經驗啊嘛，唔會煮火鍋嘅啦，係唔會煮嘅。生日攏記得，生日攏記得。所以你親有印象嘅就係給樣式嘅媽媽嘅背影，哦，家用嘅背影。家用嘅背影啊！啊，嚟，談一下你立秋下先生。係。哦，佢今日創一條歌嘅有乜嘅感想？必須按到12年，我感覺嘅顏色非常好，嘹亮。今日創了平板，我感覺清大爽，尤其隻潤腳。你當我從歌演面冇從歌演，從第一句。22歲秋家檔一下是大院下來，清可惜啊！第3句子午全係，你潤腳係那個衝上去後，我相信會比較下個。還有同時唱歌力道的大小要適中，哈，力道大小適中。尤其應該從音大院轉歌音嘅時間，要用鬆嘅，哈，你啊，所以我講你啊，22歲你啊，隻素材我是感覺誒都鬆係點樣？還有歌音愛。柔軟度要適中，好，你唱客家歌曲沒有什麼個抑揚頓挫，柔軟都要注意，哈，對，還有抖音的時候要小口小愛刺眼的位，哈。合肥我相信會較好嘅分數 ，OK， 加油！謝謝。好，安子謝哈，阿下個摸一鐵樹哈，哎呀，可以嚟嗰種金元寶。金元寶係係佢呢毛墨係食咯，金元寶係啊。冇啊，講紅色嘅摸要唱雞公。我係雞公嘅徒弟沒錯，你小心一點哦，等下施法，我告訴你哦，你先從條同意。好啦，看本書，來。來看技工師傅打分數，總上級嘅分數。42分。都在有滿意嘛，42分。謝謝，可以。假用看到42分，我挑起了樸素。係哦，係啊，希望繼續加油。今天來錄影，大家都有寫起來。哦，真的啊！哎呦，忠實觀眾啊，哈！哎呀，今日我這個電視機前面看出來哈，哎呀，希望當好嘅成績，也俾看到歡喜啦，哈！好，加油！安子謝哈，可以做休息哈啦。耍好了，雙禮拜請過分咧。係，唔最輕鬆嘅。詹老師請輕鬆。係吼，反正他唔是。小春帶來3個字。我嚟彈噶啦。所以人爸爸一望係一股嚟公司嘅聲音。係咪望有我見邊要見邊嘅愛咯？錯，哎呀，他的天使都是空着來的呀。我爸爸用心良苦，求神了真啊！很多給人家看不起。不會啦，老天爺可能就是要考驗你。阿爸來聽書啦。我今日要帶我爸爸一種當舊嘅相片，嗰一封信呢，我留大家來分享哦。
哥好，大家好。马开古色腾他个分享。我爸爸去打仗啊。8年抗战的时候，对，本人拍戏。你算军夫呀？軍夫係日本時代嘅樣子。係啊。你爸爸喺日韓彩花喺度先。民國12年咧，93歲。哇！爸爸有帶相片來嗎？有。喲！佢講佢打仗㗎，就所以反薯橋風抗戰。因為佢讓媽媽結婚，年紀大真佢啲抗戰啊！我哦，做嘛從前面哦，哎呦，真有機會要轉來啊！係啊！人爸爸所巧啊！當時，因為佢為到我轉來講14年咧。哦。因為我媽媽同佢結婚，一個人月佢就去。本人調去做兵嘛。所以人爸爸一夢係一股嚟講14年。係咪夢樣我見比有見比你哋矮咯？哦，錯。哎呀，客家天子台就看唔到矮了呀。我爸爸用心良苦，是把分算嘅。我猜佢嘅樣是看到橋嘅地方。係啊，哎呀，嘅係爸爸留本。因為當時佢去做日本兵家有鍍金。存款存到日本的銀行底背，有日咧做寄一封信嚟過嚟，阿家我爸爸就日本，做你爸爸轉來以後60多年噶，將寫一封信嚟過嚟。日本人那個精神實在佢當到嘅資料都保存得非常的好。係啊，佢前面都我不開出。佢保存得好，佢唔會講哦，哎呀，係頭擺事情，佢就反正人家冇可能唔記得一樣，佢就得睇下冇得廢睇。我係咪記來本人哋？我潛到人家哋後退子孫。記來本人係唔係去兩錢啊？來，通過講嘅呢，懂精彩故事以後呢，請教一下，江老師，你有人家寄信給你嗎？唐秀春小姐嘅老故事，十分係特殊哈。唐到當日本，我係你記得你唱嘅山歌，今年你唱嘅山歌詞，講起來呢，非常嘅自然，嘅聽調也挺適合，香港嘅演唱也一自然，將呢一種誒要當幸福嘅感覺嗬，要唱出來。所以我冇乜嘅挑剔，直到一自然表現到以後。什麼先生？粉絲有空嘅就炒啊！兩道前嘅心情都冇錯。哎呦，真係。係啦，嘅，小春嘅分數。什麼先生？大伯啊，你45分，我相信總有一天等到你啊，那個位置哈，恭喜哈！謝謝，好，謝謝休息。好了，撒下來。總名字帶來平板。來等啦。記得啊，跳當愛叫愛天意嘅聲音嘅時節啊，當辛苦，所以佢敬佩愛，跟叫天意嘅幾多係導藝人都佩愛，讓我聽眾嘅，上漂亮嘅就那介咧不愛寫，當感謝愛爸爸啦，不愛做嘅一切，爸爸你愛辛苦，我愛你啊。
哎，你真记报恩的。我今日唐吉聪吼，我特别有感动的。哦，苦情，跳的苦情呢？因为我公生人都没有人帮忙。无人等数的嘛？无家用啊。我妈妈都无家用，我妈妈我娘家有弟弟的小孩要顾啊，没法度啊，没有办法顾到。如果说顾到没有，可能媳妇感受不太好，所以我爸爸嘞给3天2头都会拿鸡肉来，我生产就在医院这样产房出来，这样从电梯啊，我这样推着，这样就陪到那个。病房都这样在走。这样是工资的时间，很多人爸爸来顾。哦。其实吼，我刚刚这个爸爸真的是都已经要当宝宝，所以很多给人家看不起。不会啦，其实不要这么想啦，可能就给我养到31岁了啦。哇，厉害，这个好好掌声。老天爷可能就是要考验你。有啊，以前都带出去逛夜市，要不然生人还比较皮嘛，按活蹦乱跳，或者讲哎呀弄别人前面，别人都好凶，这样瞪这样，我就看到走快这样子。对，可能看到有这种这样想到有一点好心酸哦，这样。我害了他，好可怜。所以老天爷要赋予你一个任务啦，功课。所以他生意还在成功啊。一路走来有脱熟啦。有脱熟啦。哪会不会脱熟？也要走去外面那个。对啊，所以生意可能一生意就皮蛋。所以讲，在讲生人坐月子当中，拢系爸爸3不5时看买有鸡肉的款。生人要被脱熟啊，搞记哦。阿公啊，当下也个生人嚟啦吼。外公啊嘿，做啦吼。更有乜嘅花想要同人爸爸講。爸爸，很感謝你哈。对啊，就是沒有你，好像。我不会这么一路顺利的走过来，这样子。我爱你，我忘记说我爱你。千言万语啦，就一句深深的谢谢跟我爱你啦，好要给他啦。这位老师用爱你啊，对吧？爱你。他没有参与到那一段。好，那谈一下那个李金明先生。好嘞。佢所創嘅作嘅跳呢，也有人講有很多苦情版呢，哈，唱得不差，哈。就講作詞感情也就全部有發揮。仲係講神歌嘛，就唱人講唱神之將而嘅自家嘅心情咯，係講做咧，攞佢唱出嚟嚇，也就係神歌嚇，隨口去唱，因為自家寫嘅歌詞根本咧人家係自家阿爸嚇，故所呢係最好嘅。對唱神歌嚟講，係一種最好嘅發揮啦！什麼意國家要。謝謝，好，你嚟看一下分數咯，嗬。哎呀，跟住米子的分數。真的，看下分數是第一天感動到心上。孝順。哎呀，感恩。哎呀，孝順感動天啦，哎啦。好嘛，恭喜恭喜！好，謝謝。好，安子生可以做消息，下來。老師帶來老賽歌。他永遠的第一天，應該是他記得他在開船的那一天。開心天啊！按讀寫咧阿本按9年的媽媽來照顧。對。生也不過你讀寫。啲媽媽、爸爸媽媽心目中很永久很嘅生意。正念了心啊！阿公从小照顾我，真的很辛苦，也很谢谢阿公。今天想跟阿公说，阿公爱你哦。
来家送啊，师傅牛，感恩啊，财星天啊。是不是好大？我相信哦，他永远的第一天，应该是他记得他在开船的那一天。还是你难忘的那天是有一次多么衰耶，伫有台风冲过冲爱记唔得？没有，那么讲难忘那一天来阿公啊，阿公哦，阿公用办，阿公用阿公爽利讲出来，又来腾空下床啊。 3年级以前他就，你今年多年级？3年级啊。哦，3年级以前。他要骑摩托车来载我。摩托车。哦，骑摩托车来载。真有印象的，做迄期逐摆要骑奥多拜去载因出操的。系啊。去福教载因啦。幼稚园到小2都是他接。跟以前有嗰種畫面嘛，阿公逐擺騎啲奧多拜來，啊載因的嗰種畫面嘛。有啊。你上次我叻那阿公嘛？嗯。我叻那阿公，会抱着阿公吗？我都坐后面啊。啊，你要不然你坐前面哦。他很感动，他每一次跟阿公一起出门的时候，听说手都会互相牵着。哎呀，对。但上个礼拜叫他们一起牵下去就不够。有时候在台面上有偶像的包袱。对。唐先生公平啊，好吧，好来。真面朱先生。私人有一个问题是跟老师方面，因为可能係小朋友，平常時他少講客家話，但是阿公按有心都嘅教佢唱了客家歌，從細是天然嘅話，其實會特別注意嘅偶強方面，注意嘅嘴型，佢會較強調。但是呢，個書後嘅時節啦，像接送其實唔對咯，接要閉口要接起來，其實接。佢會最拔開來，所以冇按章，韓國呢10分感恩，又感唔係強樣要閉口，雖然我照顧加強嘅，就係兩老師最顯嘅方面，其實唱強唱嘅冇問題，非常嘅好。好，來看一下分數，看分數，來。大家看羅思妍的分數。71分還好哦，沒有哦，好，加油啊你，好嘛？加油！好了，回做休息，3下嚟。總含義帶來平板。當然。去年我嘅身體唔好，開刀以後進一步下休養。當時媽媽當日同辛苦準備嚟生產，行個當用心來照顧我，我樣做得好愛家，真然當感謝我嘅媽媽。世上流最那太牛，黑牛流。
事给大家欣赏一下。去年身体唔好开刀，出院以后转移收养，嘿，就帮妈妈照顾。佢爱打理爱3餐，还爱去买土鸡、炖鸡汤，爱补身体。我记得我拿到个鸡汤的时，就是心里感触很多。去到一家按到生的下按高龄的妈妈来照顾我，对，可是又觉得很感动这样子。虽然讲天下的妈妈对生我都会爱的，可是发生自己家身上就感触特别深。当然，生也不管伊多生，啲妈妈、爸爸妈妈心目中都很永久很咧生人的啊。妈妈拢有贴看电视嘛，哈，跟妈妈讲一下法好吗？老妈，总感谢你照顾我很好，帮我身体恢复得很快。你都好当开始都辛苦，两个都是要全部成家立业。我希望你做得当快乐的生活，朋友凑你起来了，你就睇到睇家乡阿姨，唔好讲就都不下那样的。什么你老妈，谢谢你。多谢哈。哎呀，相信妈妈糖都们懂翻译的啊。安尼来请教一下那个罗英英老师。好，仲台姐哈，今日从你嘅歌词动感同音，讲咗咧，你讲從歌嘅咧編分啊，嗬，你要進步，就係講你帶入你本能下用語，可能帶下去嗬，可能就會彈起來下。本人去到當緊張，咁講你擺從起來，你帶入呢當場要特別練過，嗬，所以講彈起來冇講你會懶上啊，或者係從壓踢，香港你今日就係你愛逐個練習嘅，就係你係細緻度。吼，你從你係上音台上當好3個老人家最愛彈你係台上，咁講你係做得老幾手度係柔的，好，實際上嘅些上音咪係當柔當好彈，按樣起呢，你就係無敵手咧，因為你上音本身就當好當合適來從3個，所以呢，用辦老幾修得更圓潤，還更細緻啊，不然感覺講，可以。更高層次，你就係你做啲進步嘅空間，是冇呢？好，安子說，係啊，好，安你喺呢度看本書啦，哦，好，來看一下，好，總含一本書。係啊，好，今日表現得蠻好，好，安子說，謝謝，好，我要做休息，好，安呢，今日你嘅參賽朋友強比睇咧嚇。比起嚟咯，按腳毛，他唔高音。啊，相信今日談到安尼，參賽朋友喺人生當中，我感謝人啊，佢嘅人生嘅故事，我相信他咁樣非常嘅感動。結果就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傳真天發0227478231。係，等下得到報名哈！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咁啊多謝5月新歌評審團，謝謝，多謝我們謝謝詹老師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大家啊！同時，大家唔記得咯，下禮拜同一個時間，我哋收看呢，南粵大擂台。